退堂。且慢，这堂不能退，这婚必须得离。反了天了！我休他不行，还得他休我。夫欧妻，早在秦朝就要施以耐刑，去掉施暴者的胡须和鬓毛。到了我朝，斗律篇也规定了施暴者理应治罪，甚至斩首。大人难道不清楚这些律法？我白小凡认为，生而为人，男女平等，没有女人何来男人？没有男人何来女人呢？更何况女人在家庭当中付出不比男人少，所以这婚不仅得离，还得分财产。分财产？我挣的钱凭什么给他分？这本就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没有姐姐照顾你吃穿住行，你哪来的精力出去挣钱？这财产不仅得分，还得平分，平分，平分。荒谬，闻所未闻，史无前例。息怒，不知大人晚上可否赏光，共同吃个便饭？行了，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始终未能达成共识，家庭的事儿嘛，毕竟是以和为贵啊。你们回去都冷静冷静，明日再审。退堂。大人，你怎么能退堂呢？老哥，你们是谁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谁打了我？就是你！我是千里呀！姓赵的，你疯了！你打我干什么？谁让你先打我的？你有病啊！我什么时候打你了？